Hello 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Hunter，開始今日嘅復盤啦。尋日講過嘅，即係趁反彈，尋日反彈係咪？我叫大家簡化持倉，不忘初心，因為我對個理念就係集中投資嘛，簡單投資嘛，減少犯錯率嘛，係咪先？咁其實誒、今日其實我對點解要簡化呢？簡化持倉就係你唔知聽日會發生乜事嘛，係嘛？咁美股尋晚係崩盤，你諗唔到噶嘛？咁其實你減咗倉，簡化咗持倉之後，其實今日呢，你可以繼續減倉嘅。你嘅持倉好簡單嘅。啊，因為其實係點嘅？因為有一個理念就係賠率比勝率更重要嘛。正確嘅模式就係小賺，平時係小賺嘅、小虧嘅，可以接受嘅，偶爾大賺，係咪先？絕不大虧。點解絕不大虧？因為你一旦有大嘅虧損啊，你後面好難掹翻嘅。所以講要學會做減法咯。仲有今日我會講一個係比較重要嘅技巧，就係競價嗰時候搶單出貨，或者講行情好嘅時候，競價嘅時候搶單入貨，即係港股唔係9點到9點30係競價時間嘅咩？競價時間嘅話，你可以落單嘅，就好似今日咁。今日其實老師係講嘅長飛光纖係咪先？9點24嘅時候，我已經通過 WhatsApp send 俾大家啦，出貨要出嘅，因為尋晚係美股係崩盤嘅，光通訊龍頭個麥威爾大跌嘛，大跌，咁儲存芯片都係大跌嘅。咁其實好容易嘅，你做港股其實好簡單嘅，跟隨美股就得啦，跟隨美股就得啦。係咪先？你尋晚美股係點嘅？你睇得到啊嘛？你瞓醒你可以睇下啊嘛。美股尋晚係點嘅？納指係點嘅？納指係 V 字形，但係都係蝕嘅，都係跌好多嘅。咁科技股、高位科技股全部崩盤，你睇得清清楚楚啊嘛。你再加上日股同韓股係點，你都可以睇得到噶嘛。因為日本同韓國係提前一個鐘開盤噶嘛，你可以睇到啊嘛。咁你知道，所以講你個光通訊你係要賣出嘅。咁你點可以賣出呢？因為長飛係咁嘅，長飛係插水嘅，係咪先？競價開始一開盤佢就係插水，插落嚟，插水插落嚟嘅，插落嚟，係咪先？咁其實你競價嗰時候，你完全有時間可以嗰個落單嘅搶單嘅，因為開盤係250蚊，咁競價嗰時候係點嘅？競價嗰時候係你200幾嘛，好似係250幾嘛，係咪先？240幾啊嘛，240幾蚊噶嘛。咁其實你可以搶單嘛？呢個係我個落單，我係0點20，唔係9點26同埋9點27落單，係咪先？長飛光纖，長飛嘅牛仔，我都賺錢走嘅，我係賺錢走嘅，因為我嘅之前買咗嘅。咁你係學會咗競價嗰時候，你落單搶，你點搶單呢？點搶單呢？我同大家講清楚，係咪先？咁頭先睇見嘅長飛開盤價係250嘅，咁我係掛249.2，你係可以成交嘅，係咪先？即係競價嗰時候你掛低啲，你掛比現價低啲，嗰時係250，如果係250，你掛246，佢更加容易成交。其實我當時係掛246嘅，咁佢成交價應該係成交價係開盤價嗰個價位嘅，我係競價佢出合嘅時間，佢係提示你掛低少少，佢就會容易成交啲嘅。
係咪先？呢全部我都成交咗嘅。呢個海力士9點26分嘅時候我掛單，咁佢係108嘅時候已經成交咗啊嘛。即係我掛低啲，但係你冇要超出嗰個範圍咯。係咪先？競價係點個規則？唔知啊？規則係開盤個競價，即係你輸入冇要超過15%，冇要低於15%，同埋冇要低於前一日個高於或者低於前一日收盤價嘅15%就可以掛單。咁你可以掛嘛？比如講你掛你唔使擔心佢係低價嗰個成交嘛。比如講頭先講嘅長飛光纖係開盤係250㗎嘛，咁你掛246，咁如果係買方係249.2，佢都會以買方嘅價格幫你成交，即係講比優於你掛嘅嗰個單，係咪先？咁即係講好容易請到單啦，係咪先？你規則你知唔知啊？佢港股嘅9點到9點15係可以落單，又可以改單，又可以撤單。9點15到9點20係唔可以改單，唔可以撤單，只可以落單，係全部係可以落單嘅。你9點20都可以，26都可以落單嘅，9點20到9點30都可以落單嘅，你唔可以改單啫，即係呢就係港股嘅規則嘛。大家可以睇下，上網查下都得嘅。所以講你如果係學會呢種方法，其實你係搶單買入貨都係一樣嘅。你學會呢個價值係超過1個億㗎，係咪先？好唔誇張咁講，你可以如果係你係大戶嘅話，你可以請嘛。你睇過呢個協同通訊開盤價係幾多啊？開盤價係0.218，咁9點05分嘅時候係0.22，係咪先？係咪0.22？咁如果你掛嘅單係0.230，佢高於開盤價，其實你開盤價你高於佢優先成交你嘛，優先成交，咁你就可以買到呢個單啊嘛，買到一路上升嘛，一路上升啊嘛，係咪先？你掛高啲，你可以買到，係咪一日時間賺咗131%，係咪先？係咪價值好高啊？係咪先？係咪價值好高？佢係優先係以價格為價格優先嘅，價格優先，佢係以價格優先嘅，即係你掛嘅單係比現價，你賣出係比現價低啲，佢首先成交你嘅，但係未必係以你嘅價格成交，係以買方嘅成交㗎嘛。所以你學會呢個，你就可以即係挽回好多損失，或者係請到單就入到貨，係咪啊？你比現價高啲嘛，高少少嘛，高5%又點話，係咪先？又唔會輸好多啊嘛。如果係買錯咗，所以講呢個規則要搞清楚，係啊，搞清楚。到時我再會同大家講啦，以後我再同大家講。因為你唔可以俾佢大蝕嘛，係咪先？你偶爾大賺可以嘛，絕對唔可以大虧嘛，小虧係可以接受嘅，係咪先？你就好似長飛光纖咁，你之前係入咗貨係賺少少嘅，或者係輸少少都可以接受嘅，係咪先？但係冇要咁俾人哋咁插水嘛，係咪先？學會呢個方法，我覺得係好實用嘅，係。咁仲有講美股方面係崩盤嘅，其實Dennis 老師5月底6月初都多次講啦，美股喺高位觸頂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其實佢講啲邏輯都係啱嘅，Karen Walsh 係首秀嘛，佢有鷹派嘅風險嘛，高利率嘛，咁仲有嗰個 SpaceX 吸金嘛，係咪先？吸資金嘛，幾大美股下跌嘅幾大原因，美伊衝突升級、IPO 抽血，仲有
宏觀上 CPI 要公布，今晚公布，大家一定要留意下。仲有嗰、個、硬件公司啊，嗰啲係出現咗崩盤嘛，博通嘛，引起嘛。其實第一列老師一直都喺講嘅，大家可以多聽下，係啊，都好有價值嘅，仍在交易啊，可以聽下。啊，仲有之後嘅應對方法呢，其實如果係你係保守嘅話，就保守嘅話以高息股為主咯，因為呢段時間科技股會波動好大嘅。咁進取嘅話就可以圍繞大事件去做軍人啲嘅配置咯。啊，因為最近頭先講過嘅，有好多大事件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呢個都係注意下，仲有留意下咯，留意下今晚嘅 CPI 啊數據係點嘅，影響好大嘅。啊，大家可以留意下，或者我都會發信息俾大家嘅，講 CPI 嘅情況咯。好，今晚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，拜拜。